来看林试所甲艺术家做伙开发一款 App， 利用 AR 扩增实境的技术，用手机扫一个，就当来了解实物详细资料。做伙来看卖。台湾的稀有植物只有在苗栗的海边丘陵才看得到。我们现在开 App 用翕相机对准6个形状的图样，就通看到无同实物。这是林试所和国内艺术家共同开发的 App 实物馆，就亲像 Pokemon 同款，运用 AR 技术，民众就会当透过手机和实物互动，看到详细的资料。6种植物都是我们的台湾濒临的方舟计划的原生树种，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活动，让大家认清说这个是全民的活动，而不是只有植物专家的事情。林试所自2019年开始执行国家实物园方舟计划，在做原生实物的收集和保存。4年来已经收集到617种有生存危机的实物。这届的 App 内底竞出6种原生实物，包括老罗、游山等等，再加上一种全世界拢无的稀奇实物。林试所希望透过互动，让民众了解这些实物拄到什么款的生存危机。有一寡实物伊可能未来会当变做重要的药啊。那即个实物无伫的，有一寡药啊，有一寡芳可能拢无法度对做伙，伊嘛会消失，消失了后会愈大严重的问题发生。林试所表示，这4年来，咱的保证率已经对22%压降到62%。为了要加强推广实物保育的观念，自11月27至12月初1，民众若来到台北实物园体验实物馆这个 App， 都有机会甲林试所保育的实物找登记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